发生到我国巴士海峡海域嘅公太型事件，3個月以來被造成台菲關係當緊張，未顯示南海各國就權嘅爭議係向北來擴散。呢下台灣同南海生態嘅領土東沙群島，係同南海含有巴士海峽嘅隔界，控制全日南海嘅戰略嘅所在。天前嘅5月之年，直接係引起四圍嘅誤船來一解作誤。呢下政府係要海巡署負責巡狩獵團海域嘅安全，還有島上嘅防務。尤其是好似是建議，係擴大東沙嘅防衛力量，咪係天守鞏固台灣同南海嘅主權利益。一隻太麻在精神漂移同紀念碑，在堅強的天空同大海嘅熱帶島風都看得到，除體證明東沙島的主權，未減少得到挑敗嘅軍事氣氛。全島佔1.7平方公里範，地面上空照土風，呢年強未看唔到，實係我國南海領土青苔嘅島。作為南海品種，你就清楚看得到，亞島土地嘅主權係你中華民國嘅。不過，現東沙島處喺台灣、菲律賓同中國嘅海域當中，也未關係到我國啲亞片區域嘅安全同經濟利益。而東沙島的地理位置，它就介於這個台灣海峽啊，跟巴士海峽以及南海的北部海域中間這個中心點啊。那麼事實上，它的這個地理位置，如果從這個戰略的角度來看，其實是相當重要的。那麼也因為我們扼守着東沙，所以跟台灣本島啊，我們講說，如果從兵法上來看，它是成犄角之勢。喺台灣西南片400公里遠嘅東沙群島，做啲精彩嘅歷史書風，就有寫係按到朝推來共同海巡5米，天初維繫嘅誤衝同抗風柴嘅所在。因真離附近國家菲律賓較遠，主權爭議比南沙群島還較單純。不過因真較近廣東汕頭，搶260公里遠。兩岸關係對立嘅時期，政府就派嘅海軍留站鋪吹總地界，還實施軍事管制。繼續用等國軍有才有精神的口號鋪吹沙漠做迷彩野戰服嘅。睇睇兩岸關係較平和。民國99年，政府宣布對東沙策軍由海巡署來接總亞雜島嘅任務。就配合東沙島入邊加嘅有4船嘅巡邏，從下聯合起來從下巡邏嚇，來保護入邊嘅規下東沙環礁入邊嘅安全啊！個亦都有多少越南啦、香港啦，佢哋會唔想乜嘢入邊嘅作嘅，一講喺要到台灣嗰度爭嘅條。也俾要破壞到入邊嘅生態哦。一下考到生態保護，無開放俾一般民眾來導航。主要嘅人口係海巡官兵、學術研究人員同少數國軍氣象監測人。因正導航物資同食的水造成為意識台灣送過去，水資源當珍貴，民生用水就透過海水淡化廠來供應。目前的規模大概是30噸，每日造水大概30噸，大概可以供應120個人使用。那如果平常時候雨季的時候，就是像我剛才講的，就是有雨水集中。如果雨季的話，這邊的雨水是足夠那個每日供應的。另外，東沙島雖然地方小，但係南海各島當中少數遊戲機場、碼頭嘅島，同南沙太平島連咗我國南海嘅一條線。不過，喺台灣、菲律賓公太型事件過後，未看得出南海嘅主權爭議，碰太多巴士海峽嘅海巡大型的艦艇，或者是海軍的巡防艦。那如果可以在那邊駐紮的話，那平時就在東沙到南沙之間巡弋，或者是東沙在我們現在的巴士海峽中英線巡弋，任何有衝突的狀況，類似我們這次台菲的漁船事件，我們可能在很快的時間，可能幾個小時內就可以抵達地點。東沙海域一下看起來無乜嘅風，無乜嘅浪。不過南海各國無論係為到5億資源，也係空地海帶嘅豐富能源，上漲愛搶島嘅主權。
政府除了调拨国际合作来降低主权冲突，或者要建议多多结合海军同海巡的力，来设立反映各类军舰防御机制，安尼伫国际上可以维护主权，储备航下有力。下个新闻分析上陈凤仪综合报道。